非常之建議大家可以買隻翻去收藏下，因為真係買少見少噶啦。大家好啊，我而家喺香港，咁今日咧買咗一個我喺香港我覺得好有特色，而我又好中意嘅一樣嘢，就係呢一隻萬壽無疆杯啊！咁咧係喺摩羅上街嗰度揾到嘅。咁其實我自己都好建議咧，如果各位喺香港想買一份手信嘅話咧，其實真係可以考慮下呢一隻杯，因為其實呢一隻杯咧都好多年歷史嘅咧。咁啊，老闆同我講咧都係70年代嘅產物嚟嘅。咁而家其實基本上咧都買少見少噶啦。咁我相信如果好似我呢個年代嘅香港人或者再老一輩咧，我諗對呢隻杯咧應該唔陌生嘅。咁但係相信如果而家你喺市面上會見到佢咧，其實真係好少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嚟香港旅行咧，其實真係可以買呢隻杯翻去當係手信送俾朋友又好，或者自己用都好。其實我自己咧而家都好期待將呢隻杯拎翻去日本嗰度咧沖咖啡嘅，同埋因為其實佢仲有好多隻顏色嘅，有藍色、黃色、綠色咁樣樣。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而對杯又真係有種情意結嘅話咧，非常之建議大家可以買隻翻去收藏下，因為真係買少見少㗎啦。